南投埔里人工是保笋的故乡，年产量将全国的9上3边呢。一般保笋的产季是4到9月的有2树，不过有笋农用技术，寒天、春天的时节还是得多树一摆。埔里位的保笋贩呢，齐米奇对阿爸嘅青菜细型批发那通开始，一路屯保笋农来探索开拓通路，是美国内销售量清大嘅盘商。全国3上嘅保笋，如系对伊也卖出去嘅。叫下来认识一下嘅保笋五王。品尝咖啡笋一年只有200毫升钱。埔里的青农民按不时头和同期点货的方式，做到咖啡笋一年有300毫升钱。本季干扰它的冬眠，本身按人的天气，其生长啦，就是讲其成长要较慢啦，所以其用灯罩，用两那灯吼，来其照其要较温暖，感觉说哦，好像热天中，所以其要继续伫个太那样。打造采收较两个咖啡笋，下晝時頭要送去批發生產場進行分級同包裝。一般咖啡笋嘅產季係當年嘅4到9月，也就係夏秋兩季。頭前日竟然還看得到像安尼無限嘅情形。你下埔里遇到笋咯，已經是得到冬春時節加採收一擺。市場有安尼需求，安尼就會供貨本人。像我哋一般遇到餐堂啊，也係外銷嘅，佢幾年條天都無吃困嘅。這片的埔里已經咖啡笋生產中心規模全國清大。埔里咖啡笋年產量佔全國產量9成3左右，1/3攏會對這片割出去。算下啦，全國3成嘅咖啡笋攏會經過黐煤氣嘅燒。差不多一日的量太出差不多20人噸啦，一日。係像你較少，一日都差不多噸人嘅補貼。9年前，一間咖啡笋生產中心就已經當於規模。黐煤氣嘅阿爸就係細型青菜果子批發商，看到學到黐煤氣對這行並無生疏。結婚了後，佢看到附近嘅咖啡笋農，就認為銷路也係駕駛問題相當緊，所以決定出來談整合。結婚以後，因為馬上就有生意了呀嘛，又無辦法說啦，係啊，想講人公婆婆了，就又要去做田人啊，想講用去做田又唔曉得做啊，即係一路來你都係不卡有做，但是你幫忙性質嘛，親自到你講做迄行銷的部分，所以就想講，無落嚟接定嚟做條保笋，係我生意做了後都有。朋友啦、隔壁鄰舍、親戚啦，都講無人會聽買。本來只係聽少附近嘅笋農賣，還有阿爸嘅兒面是得用。每下委託賣嘅越來越多，前每期必須自己開店新嘅通路，將賣得拍。佢認為安尼個第三檔加我家己第三檔係行嚴重嘛，所以我推議加無好，要算到安尼合作結婚，所以加推議其實我有兩個弄湯無啊。而到市場上，一般安尼嘅傳統市場，以前嘅啲傳統市場，你家做生意嘅人，其實都係大部分公營嘅人親手㗎嚇，全部做公推議啊。我推議又無辦法曉得，都係當山忙學啦。將開始就面臨同客戶溝通嘅問題，前每期咧降低，愛開店通路無咁簡單。嗰啲人客全部都係辦雜嘅11點放起來做生意嘅，而天做係為1-2點嘅，甚至等到聽要講3-4點嘅，其實你做煞得較閒嘅，唔讓有法度同佢講法啊，同佢講法，佢咩要想講，伊一個什麼人啊按手水，伊到底曉得啦唔曉得，有貨啊無貨，咪對啊，你嘛係會很存疑啦。可能較濟到落啊。哇！伊就開話呢。不過唔單止當我包嘅大天下無咁簡單，連上門委託前每期大通路嘅笋農，將開始也唔敢全先機。佢媽要想講啊，伊安尼到底也錢啲有冇忙啊，東西高本業啲錢有好拿冇，還講伊買嘅價錢，其實啲都係佢都可以佢要去到懷疑嘅所在啦。
啊，无像安尼也迄动食材伫个做啦。很好，有大饼嘅自媒体，想办法杀菌公司，有时假使无安全嘅安好，料到嘅就自家食起来。也因为安尼，无几年嘅时间，传统市场内底通路，已打好稳定嘅基础，每下还卖到超市，增加销路同销量。去超市可能用个小包装的价钱，要用包迄个酱酱的，爱买加红好加。这要想讲，爱用买落，安尼买落做着小包装来买，迄没买较好，嘿。所以一路行来，其实也非常辛苦啦。过程其实有几啊摆个，其实俺那种一直想放弃，这无想迄种啊，想讲去到用要做人安辛苦啊，啊不过无法度诶，俺去到家老无顺，好像有那种不解之缘呐。这个了啦，你啊，今日已介绍出来。目前同慈美溪合作嘅順路已經有幾百間，面積總共有600-700公頃。另外，為咗產品，我要行較多樣合作，好幫農民持續有穩定嘅收入。去年慈美溪還推出一種煮熟嘅真空包，打開就是得食，不用冰箱，是得冰一個熱。計無算便宜時陣，有咩唔是便宜都按便宜，你做得嚟去控制一個合理嘅行情，又做嚟做加工，又做嚟講替農民解決條銷路嘅問題。慈美溪本來老道同咖啡順煮熟、冰涼、殺菌、包裝，就是得生產真空包。是這項使有當多困難而克服，用2-3年嘅時間，佢將研發成功。目前國內也只有幾個工廠有法度生產熟嘅咖啡順真空包。綠竹筍吼，佢比較迄個佢嘅呢纖維較粗嘛，所以佢較耐煮啊，會煮會殺會把佢嘅時間較好控制啊。安尼高筍佢有葉綠素的褐變問題啦，吼，還個佢嘅纖維較柔，所以其實要處理吼，也是我覺得也是有用了一番很大的努力咯。用10萬元嘅時間，對一間細販嚐嚐有全台生態嘅通路，辛苦自然唔是講。慈美溪為咗照顧行較多嘅順路，本大家生活更加好藝術，一下還積極開店外銷通路。雖然呢條路會更加艱辛，不過小吃家已經同咖啡順分唔開嘅慈美溪講，佢聽說會進行講錢。